今在吃菜脯的蓝银，哦不是，吃毛的蓝银，吃批发的蓝银，因为冬天来的嘛，我就想中国备点蓝银了。我是顶顶欢喜冰箱里生肉搿种蓝银的感觉，非常灵啊！出发。OK， 对的啊，现在呗啊，雪之国啊，哎呀，里向不3人在那忙了嘿。MD 蓝银多啊，你看侪是冰柜。我基本上像中国每年呢，侪带一杯的来菜脯的，不是菜脯，介习惯的。因为 MD 比较便宜啊，是个批发一样的。其实不是菜脯啊，我普通的啊，我有素质啊。带 MD 来杯弄只来的个，菜上嘛白来茶，去弄点我顶顶欢喜个巧乐兹啊，巧乐兹杯吃个啊。菜脯。这 MD 还有个正常熬的一个5块钱一根嘛 ，MD 是个10块钱4根，2块半一根。啊，还是靠着这个杀半高了，弄起来哦。巧乐兹啊是，还有一只光明猫个冰砖，肯定吃个娘多个，一只么是经典的不得了。像一只光明猫个冰砖呢，我都像爷娘特别欢喜吃，所以我年年侪买点砖吃个。正常熬的基本上是4块到5块一样子吧，反正 MD 也是2块半一样。还有一只三色杯，你都肯定认得个啊，啊是，熬的基本上我来这里买总共3块钱呀 ，MD 5块钱啊，1块钱呀，啊。不过一个人再毛5啊，1块钱5啊，再毛5啊，非常多啊，非常尽量弄下去个，那个来杯亏本啊。今朝我当时成不来，忘记爷娘配来杯也毛的，落了一把面，差了一把面来，埃面也生海鱼，现在熬来的整个不难看见的，不能看看啊。那个差了一把面，落了一把面，那手指你都肯定熟悉得不得了吧？我现在我也吃个。MD 那光明包的 ，MD 基本上就是1块4一根啊，为24把面而已啊，那个是爷娘是特别欢喜吃的。啊，弄点出去，到成不来个现在，那么多才晓得我才欢喜吃雷利个。每年搿个雷利个冰淇淋嘛，我总归弄脱的个，啊是。来边，哎呦，搿个雷利个冰淇淋帮我推荐呢。有。哪个？那只啊？猫山王榴莲冰淇淋。那只就你看上去来高丽个。那只么子我跟你讲，苏州龙山上海历史上的鱼。九龙的一只。那只么子在大红色的你不看？你不看你跟。好，那我还是要吃个。口粮是不是也改个了？晓得也吃过。那么熬的毛费50块一根啊？熬的说不定能用点毛不了。搿来杯帮我讲一个榴莲冰淇淋惊为天人，搿么我现场拆开来再吃一根啊，看看那是骗人，别炫我啊，炫到老让人到的，我200块一根的了。啊，确实不错，这个吃整个冰雷里哇。那教师讲希望不讲海的生活啊，劲爆一袋2分钟头，因为我比较。3或者5点是吧？对，屁股上有点牙齿，稍微硬啊。对，这个呢，3个护特的，这个吃雷里啊是。哦对个，今朝不一样么子分多，我也弄点可爱多我回去吃个。自然熬的现在基本上5块钱吧，反正基本上5块钱1米9了呗，3块钱2块9过去啊，这个3块钱。香草味的啊，可爱多个松懈起来的，那个不也吃个。就们满满一箩筐。结账，冇对的啊。好，搿两点好食，天天相信我。弟兄们都看搿两点好食，2把巨人鸡啊是，2把巨人4，2把巨人鸡。啊，我是搿算的。OK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一个冷饮毛还是200块，2把巨人鸡也是会口吃，我觉得蛮便宜个，基本上我年年侪来面毛了。那么很多教师讲冬天体验毛冷饮个时候，我蛮推荐都带一个雪之国面的毛，整个便宜熬高是品种蛮细个，就基本上熬的有个500个里面侪有个啊。这部配对象，哦哟，今朝的是10的。OK， 炒了走起。我每趟毛孩的冷饮就感到心里特别的满足，10啊。那今天就这样，你们要买冷饮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来这边买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